我昨做日的时阵我甲看咱迄24个祭开的时阵迄24个祭开已经来到徛秋，有个人讲这立秋啦有个人讲这徛秋，意思就是讲安那上介热的日子安怎已经过啊啦，所以开始进入秋天秋天就较凉，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。即摆暗暝的时阵你若有吹冷气你可能感觉要到半暝2点迄阵你就感觉会寒啦所以日子就咧过。咱感谢上帝，日子经过的时阵满了伊的平安。咱有照着时间有正常咧流，这所以嘛爱感谢主。伫伊的厅内底，咱经过的日子满有平安，这是感谢伫主的面前。了，咱也感谢主通过日子的经过，互咱看到咱家己的有限，总是有上帝无限的恩典。所以咱也为着这感谢上帝。也感谢主，咱今日来到伫伊的圣殿内面，三甲做伙来敬拜。一个人会当倒转到伊的厝内底，伫属灵的家内底，和兄弟姊妹彼此相听，和上帝三甲连结。迄是咱活命，搁再一摆重新得到开力，也是甲上帝国三甲有份的一个记号。所以咱为着这来感谢，也为今仔日早起时，咱会当伫上帝的殿，咱和上帝三甲做伙，同行同心同体贴，互上帝了解咱，咱也会当明白伊的旨意，叫咱的日子伫上帝的厅内底满了能力甲恩典。咱同齐开声来感谢伫主的面前，开声来祈祷感谢，请。哈利路亚，主，阮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感谢学了你的听堂，亲爱圣灵，感谢你的同在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的听堂到永远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照你的应允所讲，就用学了进入你的院，就用感谢进入你的门。主啊，是阮感谢你，到伫如今，阮的活命还阁受尊留。总是主，我恳求，互这受尊留的活命，会通伫主你为我命定的位置。主啊，我着伫迄个所在来做成你心中欢喜的工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你赐恩，你照顾，你恩赐，你教示。也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来受管教，所以阮会通行伫正路，亲像主你所讲的是，教示细囝，互伊行伫正直的路、公义的路，就是到年老也无歪错。主啊，是细囝将家己交托伫你的手中，仰望主你家己丰盛的怜悯，你慈爱的管教伫我的身上，保守我、恩赐我。主啊，将着悲伤的日子满足。主啊，将着你喜乐的灵灌压伫细囝的身上，互阮伫主你的厅内底，阮含众兄弟姊妹彼此相听，互相扶持。伫上帝你所赐福的日子，就是今仔日，阮会通伫上帝你的殿中，三甲做伙敬拜。我们含天使天君同齐学了你的大恩。主啊，是阮活的就是你的人。阮就是离世倒转，也是水滴无比，甲主三甲徛起。主，阮为着这来感谢你，亲自将着你家己丰盛的恩典，透过今仔日，阮伫主你的面前，三甲做伙有份伫上帝国的产业，互阮伫主的厅内底受救赎，回转向上帝，甲主你三同行，叫阮的日子满了你的厅堂。满了你的恩典，满了你的公义，满了你的荣光。感谢主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赐恩，你恩赐，你教示，你互阮伫主你的内面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逐人到上帝你的殿中来朝见你。感谢主，你赐福，互安乐圣教会真侪荣耀的教会，荣光的教会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至圣的主上帝，你的名堪受一切阿乐甲敬拜，
今日阮同齐伫主你的照顾下面，倒转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痛。伫这个日子，阮献上感谢、学乐甲敬拜。主，你亲自赐恩伫阮，互阮有这个福分，甲天顶正天使天君三甲做伙敬拜、学乐，献上一切的感谢。愿主你亲自来接纳你正日路所献上的一切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明传兄来报告。兄弟平安，平安。消息报告：第教会预计伫9月起至12月初进行礼拜堂修宪工程。对8月30开始，主日崇拜将改至小西门里活动中心举行，并合并做一场崇拜。主日崇拜甲儿童主日学的时间改做9点半至11点。儿童主日学的地点游园伫教会3楼至5楼，敬请兄弟留意，并请持续为修宪工程代祷。第二，教会预定伫8月30修宪工程启动进程，8月16以及8月23，各地2场主日崇拜了后，要拍照留念，敬请兄弟伫主日崇拜后留步伫原来的座位进行拍照。多谢大家的支持甲的合作。第三，教会对8月30起，伫小西门里活动中心聚会期间，招募聚会前场地同工布置的同工，大概有20名，会会排班轮值，需要伫每一礼拜日上午8点半到场有备，并若有意服侍的，请至招待所登记。第四，教会进行修宪工程了后，1楼礼拜堂将作为多功能使用的场地，将汰换现在的长条实木的座椅，开放予教会兄弟纪念收藏。奉献认购，费用自定，所有收入全部转做修宪基金。对今仔日起开放登记至8月22日止，请向办公室登记。第五，8月21日暗时7点半，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，敬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，一同为国家城市祈祷守望。敢有补充报告？以上报告。敬拜俄勒，请敬拜团。感谢大家平安。伫最稳定内面，咱会当受引带来到上帝殿中。保罗，伊学习迄个患难中的喜乐，因为上帝讲，咱着爱常常祈祷，凡事谢恩，搁爱常常。我减讲一个是啥物？喜乐对无？靠主所得的喜乐是咱的快乐，靠主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咱的第二首歌会唱华语。因为这咱若伫这个8月30号过这边的时阵，咱敬拜团的诗歌就会有国语台语甲要做伙吼，安尼，互大家拢会当享受，会当去体会每一个诗歌的即款的美妙。
来，请咱起立来吟。他出去了是我的力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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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出去了是我的力量。姊妹前后左右跟他说，宣告上帝话讲，靠主喜乐。咱来伫线上的兄弟姊妹，咱来要甲恁祝福，客户必须免来讲靠主喜乐，过来哦。来宣告，靠主喜乐是我的力量。是我的力量，他出去了是我的力量，他出去了，咱家己背开哦，放伫心内面。他出去了是我的力量，阿门。他出去了是我的力量，阿门。阿门。Yes。来，最后一摆啊！他出去了是我的。是我的力量，他出去了是我的力量，他出去了是我的力量。好，感谢上帝，好咱快乐咯！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喜乐，你也是我的力量。请前走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。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供应，是我丰盛和荣耀，他的慈
会进行当中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。要学到下面，要赞美他什么呢？为着咱有气息，咱会当唱歌吟诗；为着咱会当引带到上帝殿；为着咱一切，你的身体、你的厝内面啦，你顾念人蒙主的保守，咱齐先来献上而乐的祭，赞美的祭，请。在乐当中建立着你的大能力，我们建立在乐内面建立你的大快乐。哈利路亚！无论环境怎样，无论身体怎样，无论一切怎样，拢要交代在你内面。所以，阮的心啊，永远要乐；阮的心啊，永远在你面前欢喜着跳，欢喜着跳，来到上帝殿，多谢你是天气落雨。一切受到滋润一切美好，嘛是雨水的供应，一切养分和大地的植物都这样的一个茂盛发芽。哈利路亚！谢谢主，为一切献上感恩。你也在阮当中，一切拢真最美好。主啊，你在阮的内面，在阮心内面的宝座，徛在阮心内面的宝座，就一切拢要变最美好。哈利路亚！主而乐来宾，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力要应庇你我，我们要去经历神上帝疼痛，因为上帝主赢过一切，赢过一切是上帝的主爱。
当你的爱吸引我，我就快跑跟随你。是你的疼吸引我，互我来就近你，会当听见上帝你招呼的声，会当听见大牧人耶稣基督对每一个人的心来讲话的声。愿我来就近你，是主，我当来就你。主你将我的声，互我心静听，为我老主你的保卫，牺牲你的生命，我情愿就有话，无任何理由。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，互阮伫伊面前会当成做一个谦谦心肝的人。因为谦心的人，他会当得见上帝。愿我的心受着赦罪，受着完全的接纳伫你面前，真做谦虚，真做圣洁。我要感谢上帝伫你面前，我要起立，我要起来，我要讲记在救赎的保护。记在救赎保护，亲在下最恩惠，留在生命点滴我心，助我力量的慧。主，我来求你，我来求你。咱的呼求的声，主，我来求你，我来求你，用你手。
耶和华上帝讲：你来，咱彼此辩论。你的罪虽然亲像朱红，也要比雪搁较白；你的恶虽然亲像丹颜，也要受洗清气，完全洁净。我赦免你拢总的罪过，互你的罪恶亲像云雾消散。我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你却唔通搁去犯罪。我用永远的听你，我等待你，亲像我听你。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从。一直到今仔日，你等待阮听你，所以阮将家己奉献伫你的面前，用阮的活命，用阮的职业，用阮的家庭，用你所赏赐阮的恩赐。用你所赐福给阮一切的产业，主，阮伫其中，照你所吩咐的，阮去做。主，你讲，阮若定定遵守你的道，阮真正就是你的学生。阮一定会晓得真理，真理会引带阮进入你的自由，甲你的丰盛。你的话安定伫天，信实可靠。人若尊敬，就要因为安尼来活的。所以主，阮向你祈祷，互阮得听你的声。常常遵守你的道，安尼，阮就会当真正真做你的学生，并且阮会晓得你真理内底的自由甲丰盛。阿门。阮也要享受伫你真理内面的自由甲丰盛。是的，主。圣名祈祷。阿门。同齐来上读诗篇23篇，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精英，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无惊遭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的拐、你的竿，拢安慰我。伫我对敌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你用油抹了我的头，互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之爱对着我。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。所以接咱来启用上帝的话，33篇，用启用的方式和三个来。我要用山来举目，我的帮赞对打落来，我的帮赞对着天地耶和华而来。伊必无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脚脚无拄久，保护以色列也无拄久，也无困去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荫庇你。日是太阳必无伤你，耶
干月娘也无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对这时代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这说着，咱请牧师敬道。咱请献开周报第4面。周报第4面，咱三个做伙来读本周主要的经文。咱同声上读，请。伫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伫殿内所罗门的廊下行走。犹太人为着伊讲：“你叫阮犹豫不定到啥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甲阮讲。”耶稣回答讲：“我已经甲恁讲，恁毋信，就所行的代志，会当为我做见证。只是恁毋信，因为恁毋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捌因，因也对着我。我又搁使因永远活，因永无灭亡，谁也袂当对我的手内甲因夺去。我爸甲羊赐予我，伊比万米搁较大，谁也袂当对我的手内底甲因夺去。我甲爸原为一。犹太人搁提起石头要来拍伊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我对爸显出真济善事，互恁看。恁是为倒摕一工摕石头要顶我呢？”犹太人回答讲：“阮毋是为善事摕石头顶你，是为着你讲难散的话，又搁为你是一个人，反倒当将家己当作神。”耶稣讲：“恁的律法顶悬，敢毋是写着我捌对恁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袂当废去的。若遐承受上帝道的人，抑搁称作神，被上帝所分别为圣，又找到世间来的，伊自称是神的囝，恁抑搁伊讲，你讲难散的话吗？我若无行我爸的代志，恁就毋免信我；我若行了，恁将然无信我，也着信这的代志，互恁又搁知影，又搁明白，爸伫我的内面，我也伫爸内面。因又搁要掠伊，伊却逃走，对因手走了。耶稣又搁往约旦河外去。到了约旦起初施洗的所在，就踮伫遐，有真侪人来到伊遐。因讲：约翰一件新者拢无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讲一切话，拢是真的。伫遐呢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咱搁再一摆额头来祈祷，真理的圣灵，愿伫你的殿中，恳求，互阮的心、身、灵、体，拢安静落来，就是安静伫上帝你所赐福，互阮这段分别为圣的时刻。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，管教传讲的人的喙齿。使阮伫聆听的，互阮听甲讲的，同齐受圣灵的教示，
叫阮伫所行的路上，伫所信的道顶面，又搁忠进，又搁喜乐。感谢主的听筒，因带阮赐阮下面的时间，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的经文，有的时阵你会发现，其实咱也是甲20节甲刷开，以下的经文其实嘛无啥物影响，但是啥呢？圣经的记者写约翰福音的作者，特别甲这段经文甲伊记起来呢，咱就通三甲做伙来思考这个代志。伫首先，咱会通介绍伊的文化的背景。首先，伫遮所讲的修殿节，修殿节毋是摩西的律法所定定的节期，乃是伫两约之间的历史。两约之间是一直到马拉基书了后，大概有200年的时间。上帝无搁再以色列人讲话。圣经讲，迄段时间有一段时间，上帝真少讲话的时阵，伫古早以利的时间，迄阵撒母耳还未出世的时阵，以利的时间内底，士师的时期，圣经内底讲，伫迄个时代，耶和华无定定有密示的话。迄个时阵，上帝的言语虚微，就是上帝人讲话，但是人唔听，所以至到上帝就无搁再讲话。所以圣经讲，以利的时代，迄时耶和华的言语虚微，了人无定听到上帝的密示。那么来到伫马拉基书了后，将近有200到400年的时间。伫这段时间内底，无搁再兴起神治。圣经伫这个所在，甲咱提讲历史内底，甲咱讲，迄时有一个修殿节。修殿节是伫主耶稣降世进前167年，安提阿古4世，就是迄时的皇帝。那么禁止犹太人敬拜耶和华，并且伫圣殿当中，因将着圣殿给掠起来，给伊攻落来，攻打落来了后，将伫即原本圣殿内底有基路伯，有2个天使，了后看到施恩座，但是伫即当中呢，因甲遐个完全拢刷开，了后伫礼拜堂内底。安置5像，并且将着该掠来献祭。伫犹太人来讲是无洁净的物。犹太人献祭，敢会当献牛、羊、粉鸟，甲其他洁净的物。但是呢，安提阿古4世伫迄个时阵，将着来甲掠来礼拜堂献祭，设立5像，就是将着礼拜堂改做异邦的殿堂。今仔日伫这个时代内底，你嘛会通看到有一寡情景也是安尼。美国、英国有一寡礼拜堂已经渐渐消沉，无人聚会，无人做礼拜，所以到伫落尾。在回教徒将着礼拜堂改买去，了改做这个敬拜阿拉的所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当中呢，修殿节，因为伫迄时受掠去，伫遐呢后来有一个或者犹太马加比的率领犹太人夺回耶路撒冷，了迄个时阵。历史就甲伊称作马加比的革命。伫主前164年的时阵，因洁净圣殿，经过这3年了后的时阵，因搁再一届奉献，所以因设立这个修殿节
也称作献殿的日子。又搁伫当中呢，因也伫遐到伫差不多伫12月，因为因伫遐庆祝上帝赐恩典伫因的身上，所以因又搁伫迄个时阵点灯感谢上帝的疼痛。接连有8日的时间，因伫遐又搁将着这个节期称作光明节。犹太人期待上帝搁再一届兴起弥赛亚，亲像马加比拯救因的民族共款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犹太人伫迄个时阵，伫圣殿伫耶稣基督的伫迄个所罗门的走廊的下面，耶稣伫迄个所在行踏了后当中呢，犹太人就为着伊讲。你互阮犹豫不定，互阮袂定着，是要到什么时阵？你若是基督，安尼你就明明甲阮讲。了，耶稣甲伊回答讲：我已经甲恁讲，只是恁无信。我互我的爸所行的代志，会当为我做见证。总是恁无相信，所以恁毋是我的羊。我的羊这个字，伫第1世纪的时阵，巴勒斯坦。差不多每一个人因兜拢有饲羊啊。那么呢，因有一款情景，就是因为饲羊，大个人拢有饲，但是呢，无遐毋是逐个人拢会当有羊条。因为要起一个羊条，原来需要用真济时间甲人力，所以呢，到伫落尾呢，因就用一款的方式，当者就是咱4、5口人家。了后呢，咱同齐出一个所在，了后咱起一个鼎，迄个鼎呢，咱就伫个所在捡石头，甲伊贴起来，甲伊贴，互伊悬起来，甲伊固咧。进前牧师各位看过迄款的情景，了后甲伊贴起来，即款的叫做强木的羊条，就是羊仔呢，全部拢甲伊赶做伙，同齐做伙伫遐困。那么呢，羊会认得牧者的声音。每一天呢，每一位牧羊拢有家己叫伊的羊仔的方式，因这羊仔同齐做伙困，但是同齐做伙困，隔天起来的时阵，因爱搁带出去饲，安尼呢，雇羊的人，还是这羊的这个主人，伊就伫个所在甲因叫，那每了羊会听到主人的声，亲像见鸡仔羊仔就听伊的声中间遐的羊仔就听伊的声，保原遐的羊仔就听伊的声。因家己有法度分辨因主人的声，所以羊虽然困做伙，但是袂困合去，袂怎对调亲像分鸟怎互安对调做对咧飞去啊？羊也袂安尼，因会听主人的声，认主人对因做伙出去，所以羊会自然对着牧者来行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犹太人甲因威胁着耶稣讲：你互阮安尼张图袂定着，要到什么时阵？总是耶稣甲伊讲：我已经甲恁讲啊。犹太人将着家己无相信、毋相信这个代志，伊甲理由、甲迄个张图的原因、责任。甲伊推撒去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伊甲伊讲是你甲单，也拢无甲阮讲。耶稣甲伊讲，我已经甲恁讲。耶稣讲，我已经甲恁讲，并且我显出真济神迹伫恁的身上，我做出真济良善的代志伫恁众人的面前，总是恁毋相信。恁的毋相信原因是啥？毋是我无证据，我有证据。我行真济上帝会当行的代志，我讲真济圣经内底的真理，总是恁无要相信，恁颠倒甲责任会摕倒转来伫我的身上。耶稣甲伊讲，这个原因是啥物？是因为恁毋是我的羊，所以恁袂听我的声。羊是对主人咧行的，你对着什么人，你对着什么代志，迄个代志就会成做你的主人。手机有可能是咱的主人，伫咱当中，咱
有可能真侪代志是对着手机啊，有真侪代志可能是咱的事业，伊会诚做咱的主人。有的时阵，可能咱的男朋友、女朋友会诚做咱的主人。这真侪代志，拢会伫当中发出声音来，甲咱影响，甲咱引带。属主的人会认得主的声音，伊会听出主的声音，伊会辨认出主的声音，并且会继续来聆听主的声音。即咱兄弟姊妹，有的时阵你敲电话，古早的时阵吼，咱也无赖。咱即马吼，若看咱咱手机啊，有人敲电话互咱会先看出来名哦，牧师啊，因为顶悬拢有注明嘛。但是你若搁甲伊回想差不多20-30年前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也无赖的时阵，你有的时阵有一款能力有无？你电话一个举起来，你听哦，牧师哦，你谁人听会到迄个牧师的声音？你会认真嘛？哦，啊，你啊听的时阵哦。中间遐哦，安尼你听会到伊的声音。迄个时阵，你会认捌某物人的声音，因为伊甲你是朋友，你会明白，你会知影。咱伫生活内底，其实一方面是咱熟悉这个声音，一方面是咱意爱这个声音。咱的活命内底，每一工拢受到真侪声音来影响着咱，咱会听到真侪声音。网络顶面有真侪消息啊，伫当中啊，甲咱有的时阵会感觉甲咱无关系，有的时阵甲咱真有关系。我有一届的时阵去一个教会咧做礼拜，我去迄个教会做礼拜的时阵吼，礼拜日咯，礼拜日股票敢有开？无开嘛，股票市场无开嘛。毋过吼，我看到一个人，伊伫咧准备礼拜进前的时阵吼，我对位喺后边遐行来。伊还搁咧看股票，礼拜日还搁咧看股票，安尼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对伊活命内底的声音嘛。咱搁会对着社群媒体，咱会听到真济，无论是老人咧用脸书啦，少年人咧用 Instagram 啦、Thread 啦，吼，搁啥物其他六个、缩个的，一大堆的物件。吼，真济人甲问讲，牧师你敢用 Instagram？ 我甲讲有呢。牧师你敢有 Thread？吼！我迄阵啊，第一届甲问的时阵，我叫毋知啥有这吹呢，敢毋知影？哦，也无吹啦，有头壳无吹，你毋知影？所以吼，就安尼，所以有真济吼。你若要办甲逐项拢总有的时阵吼，你一日干毋多，干伫遐踅来踅去就好。所以我来甲讲无，我拢讲即摆干剩用脸书尔，脸书也阁无啥定去咧看。了的时阵，你会听到一寡新闻，哦，新闻伫迄个所在讲真济遮个消息，这个消息，那个消息。哦，你知影最近台南的时阵这建基遐爱负责任啦，迄台南最近安怎2个所在光电板拢烧了了，迄恁环保联盟的代志，拢无咧甲关心你到遮来，所以这你会听到啥新闻，就听到真济遮个代志，你会听到亲像牧师安尼咧批评建基遐无甲咱关心咱的环保，但是你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安怎？你的心理会互牧师安怎影响嘛？你会真正感觉这是建基遐的责任，这毋是伊的责任啦吼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有一寡你会受到一寡影响。AI 吼，最近 AI 吼，我愈想愈艰苦，愈想愈烦恼。你知影即摆 AI 吼，即摆伊足认真读册，但是吼，即摆 AI 安怎呢？即摆 AI 已经进前的时阵伊甲你你若查遐资料的时阵下骹面讲AI 资料有可能错误，请你要自行查证，就是讲你要搁继续查看觅，这敢是真正准的。但是即摆 AI 下面虽然安尼甲你讲但是 AI 安怎？伊家己会讲白贼呢？伊讲白贼叫你家己去查，安尼听有无？所以你有真济物件，你即摆。头前的时阵咱准是讲伊提供正确的资料，有一寡物件咱可能会伊可能有失觉差的所在，安尼咱即款的咱会当原谅嘛。但是即摆毋是，即摆是啥？伊直接就是讲白贼互你听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目睭看的无一定拢总是对啦吼。你爱真斟酌这个代志，搁再来网红啦吼。网红伫遐，网红来，
啊，万红有来啦吼，你着了解，网红吼，伊安怎带风向、带风势，啊了后伊着甲你，吼有个人哦，你看哦，迄电视啦，迄啥，迄手机啊，网络顶悬哦，吼，都甲你介绍吼，讲吼。倒一间吼，迄啥牛肉店吼，牛肉面吼，迄牛肉安尼铺甲规底碗，牛肉面迄安尼吼，规碗顶悬拢总是牛肉。结果迄时阵吼，有人就真正去遐食牛肉面，你知无？顶来伊就搁甲伊翕相转来，讲真正诶，顶悬迄拢总铺牛肉，真正有影，但是薄，安尼你听无？啊，就顶悬迄过来块牛肉都毋值着人一块，你知影？人一块厚啊，安那伊顶悬讲吼，拢总牛肉吼。伊讲有啊，毋过安那薄啊。所以你安那，迄网红名店有诶时阵就是安尼。佮再来，即个世界价值观，世界对着咱提供诶，暂时得诶，到咱一世人诶。啊，最近诶时阵，我听一个新闻啊，有一个人还未到50岁。了是伫中国去美国做生意，了趁一真侪钱。伊的财产呢有45亿美金哦，啊了的时阵啊，了伊对毋知4楼啊几楼，啊怎啊甲伊跳落去，啊当场就摔死啊。那么呢，我伫迄个所在就咧想啊吼，即个人吼。伊安尼真认真拍拼，还未50岁吼，就有45亿的即个美金的财产。但是伊是安怎会无去？有个人讲是伊自杀，因为伊有忧郁症。啊，有个人讲吼，伊应该毋是自杀，应该是被消失。所以毋知安怎样啊。总是我要甲各位报告一样代志是，咱的人生内底。有真侪物件，迄个价值观是来自这个世界互咱的。即届咱去参加圣教会10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伫这个感恩礼拜内底，总会长余俊玉牧师伫迄个所在又讲一寡话，其中有一句话，伊安尼讲：咱敢真正？关心上帝所关心的，咱敢真正在意上帝所在意的，也是咱伫这个世界内底追求金钱，但是袂晓施舍；追求健康，但是袂晓服侍；追求名声，但是袂晓见证上帝。安尼，咱就是活伫世界的价值观内底，咱爱斟酌究竟咱是为虾米来活？咱今日台湾人平均背手机的时间，大人平均4点钟过9分，明显关伫全球平均的3点钟过26分。根据台湾数位发展部上新的数位报告，那加上电脑，也是咱迄个平板的这个所有的任务，台湾人每日起来上网的时间差不多6点钟到7点钟。各位，咱听6点钟到7点钟，你敢知影是啥物意思？6点钟到7点钟是相当于差不多你一天上班的时间。一个真正用心认真过日子的人，伊一天会当用做2天用，就是伊去上班，了后伊下班的时间转来，伊可能读册，伊可能进修。但是另外一款的人，就是伊的一天内底上班8点钟、7点钟，但是倒转来的时阵安怎背手机啊？伊甲迄一个工作天安怎样啊？消无去、扬去。安尼，咱的人生就会有真大的差别。你咧进步，我咧背手机啊，我无进步。了后你搁进步，我搁继续背手机啊。
我的生活一定甲这个世界共款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有真用心斟酌咱的日子？一天一个人开遮侪时间背手机啊，但是无偌侪时间读圣经。有做过一个普查的这个是情景，全台湾基督徒平均读圣经甲祈祷的时间，大概是32分钟尔。你着了解，这是包括牧师哦，毋是干那一般会友哦，是包括牧师读圣经甲祈祷的时间，拢该加入去哦。平均基督徒一天读圣经祈祷的时间只有32分钟尔。所以你着了解偌济即款情景，安尼人生的方向必然是啥？演算法。演算法是啥物物件？演算法就是电脑、手机啊，会根据你所看的物件，了后怎样啊？会当伫当中，互你迄个物件，伊会甲你所欢喜意爱看的遐物件，继续安怎样啊？甲你推荐，互你一直看遐物件。啊，这就是演算法。伊就伫迄个所在分帖，你爱看啥物，伊就将迄个物件，搁再推荐。你愈看到哪，你就愈看愈济。啊，一个看吼，拢毋是一时啊时间呢。我渐渐才了解讲吼，追剧的人吼，真正有法度对10点看到阴暗10点看到过长工的2点。爱是安怎无搁看呢？你目睭踢袂开啊，毋知无看哦，所以才困去。所以到尾啊，咱的人生是上帝决定的，是电脑的演算法，毋是上帝的话。这是一个真可怕的代志。但是咱是上帝的羊，咱爱学会晓分辨。倒一个声音是对咱的牧者所来，耶稣基督才是咱真正的牧者。咱如果若是耶稣的羊，安尼，咱就会听伊的声，分辨会出来伊的声，敢毋是？主人捌你的羊，毋是知影名字，是迄个生命的连结的关系。我甲中间遐的关系，甲内河这甲中间遐的关系，迄是完全无共款的啊！哦，所以毋是干那知影名字，内河这知影中间遐的名字，我嘛知影伊的名字，但是迄个关系是啥？完全无共款的。所以基督的信仰毋是宗教制度，是关系，是甲主耶稣同行，对耶稣来行。所以，这款的军队内底，伊信心上落尾的表现，就是主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。这就是真正的学生。当咱开始照主话语去做，咱就会真正活出上帝美好的欢喜款式。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甲伊讲：我的羊听我的声，因嘛认捌我，因嘛对着我。这当中，圣经伫这个所在，我又搁属于互永远活，因无灭亡，谁也袂当甲我对因，袂当对我的手，将因对我的手中来夺去。耶稣想说因遮尔济，了耶稣讲一个代志，讲我甲爸原为一，犹太人就摕石头要钉伊。耶稣对因讲：我对爸显出真济善事，互恁看。恁是为倒一件来摕石头要钉我呢？圣经内底咧讲的这个善事，圣经咧讲的善事，毋是咧讲这个代志看起来是好，伊是咧讲伊的本质的好。
如果有一个人，一个目睭无看的人，伊要过马路了后呢，伫迄个所在伊举拐啊，爱甲拐啊举起来。等甲拐啊举起来的时阵，意思就是望有人会当甲伊斗相共。啊了后呢，我伫迄个所在看到，我就会甲伊的手抓咧，也是甲伊的拐啊举咧，互伊牵着我的拐啊继续向前行。啊，我若看拢总无人看到我，安尼呢，我就无爱牵即个人过马路，都无人看我做要创啥？啊，若是我有看到哦边啊足侪人，啊我安怎就甲伊牵伊过马路，安尼，哦，你看，大人拢看到我，甲即个人牵过马路。甲我虽然有遐尼侪人，但是呢，无论有人看无人看，但是安怎？无人看，我嘛是甲伊牵过马路。虽然拢是甲一个目睭无看的人牵过马路，但是你知影迄个啥物物件？动机安怎是无共款的。耶稣咧讲，我做真济善事，咧讲的就是迄个本质。伊有青马人看到。伊无要求青马人，就一定爱相信伊。有10个大胎哥的人，大麻风生大胎哥的人有10个人，9个是犹太人，1个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拢总共医治了，这10个人拢非常欢喜离开去啊！因足欢喜的，因为因的大胎哥已经得到洁净。总是其中有一个人，伊发现，我身体的大胎哥已经拢好去啊，所以就挖头倒转来感谢耶稣。耶稣伫迄个时阵心肝艰苦，伊就这个所在讲，除了这个外邦人。竟然无一个人倒转来感谢上帝吗？这段经文毋是咧讲耶稣基督爱人敬拜伊。这段经文内底是讲，咱领受遐尼济恩典，但是咱未晓得感谢上帝。咱认为这本来就是上帝爱为咱做的。耶稣对头到尾，毋是爱人对伊的敬拜。耶稣的敬拜内底，毋是因为我是王，所以你敬拜我。耶稣毋是用世间的王来统治人，耶稣基督是用疼、用救赎。基督包括对着旧约内底，上帝嘛是安怎样啊？先救咱。才做咱的王，先做咱，先疼惜咱，才讲你对着我来行。创世纪是安尼，出埃及记是安尼。上帝对以色列人讲啥？我将恁亲像老鹰，派伫我的石骨顶面，甲恁对着做奴才的所在带出来，互恁来归向我。了，我设立。恁做万国的祭司，做属我的百姓，圣洁的国度。所以救恩对头到落尾，拢是上帝先疼惜咱，了伊等待咱家己回应伫伊的面前。所以伫这当中来接受耶稣基督，犹太人无否认耶稣基督行神迹。但是因否认耶稣基督是上帝，是神。咱所要直接爱面对的问题，毋是耶稣的能力，是耶稣的身份。耶稣是你全部的主。我的恩赐是上帝所赏赐，你的恩赐是上帝所赏赐，你的产业是上帝所赏赐，你的身体是上帝所赏赐，你的健康是上帝所赏赐。我的健康更加是上帝所赏赐，我会当活到今仔日是出自上帝的怜悯。
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认出这个介关键的点无？什么人是咱的主？耶稣是咱婚姻的主，这是对。耶稣是咱事业的主，但是咱有什么物件？有倒一项？耶稣是我家庭的主，耶稣是我事业的主，但是耶稣不是我钱财的主。安尼钱财就是你的主，钱财才是你的主，因为钱财咧管理你。所以，咱就爱伫这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咱伫这当中爱真斟酌认明上耶稣基督就是迄一位上帝，伊是咱全部的主。今仔日咱要看的是这个人的内在，毋是伊的能力。就是亲像企业界咧招募人才的时阵，除了你的经历以外，伊还佫较看的是啥？看你内底所做的物件，你的介绍，你对家己的小界内底作品会当证明一个人的能力，但是你爱了解这个人的身份。耶稣基督有神教之外有个我，但是伊上介大的能力证明是啥？是上介大，伊对家己的见证是啥？伊所行的良善，毋是爱你跟对伊。伊所行的良善是要互你认出伊了，你欢喜来对伊。世界的规矩法则是：我做一个君王，我甲你拍败啊！了，你欢喜无欢喜，你拢安怎爱听我？但是耶稣基督毋是甲咱拍败，耶稣是甲咱服侍，服侍到一个地步，下面愿意为咱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了，伊讲：我伫遮，我赢过死亡，我伫遮等待你，是毋是愿意跟对我？所以对头到落尾，军队是一款奉献，是一款决定，毋是上帝对咱的强迫。所以耶稣讲：你莫干那伫迄个所在找我话内底，伫迄个我的话内底，伫遐甲要刺甲伊拣出来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看我的工作，工作就是我身份的证明。我有能力，我会当安尼行，安尼做。所以真正的挑战是啥？互咱外在的工作，咱的行为显出真实回应对上帝的疼痛甲敬虔。毋是做一个代志，就四界去乒乓。亲像讲我昨安尼我昨有一只家雀对我的头前行过，我无甲伊讲互伊死，我足良善的呢，我无杀生呢，你敢知？亲像即款的代志内底，上帝监察咱的心。耶稣设施若是真正的主，伊敢有权利改变我的生活？耶稣若设施真正是我的主，我是毋是互伊运作我的一切？我的思想、我的意念、我的工作，我对着厝内底人的陪伴，这所有的代志，我是毋是对着主来行？马加比为甲百姓愿意为耶和华来发热心，甘心牺牲，因用生命来表达对上帝的敬虔。这款的敬虔也是表达伫咱的信心。咱对上帝的信心，表明咱对上帝的敬虔。起初是新约见证真理，落尾是真理会带出新约。咱的主行真济新约，了咱是毋是？伊上界大的新约是啥物货？是对死搁活到永远。咱是若是原来有一款的活命，咱是毋是原来相信有一天我离开世间？我也会亲像基督同款，对死搁活，并且活到永远。这是咱会当伫主的面前，心若对，咱才有法度真正的奉献。咱若真正奉献家己的心、心灵，咱就甲上帝三甲有份，因为咱本身是上帝的殿。耶稣基督讲：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殿，圣神徛起伫恁的内面。
所以，咱是毋是真正修理咱即个人活命的殿？互咱的殿会当真正有上帝的圣神徛起伫咱的身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即个世界内底接受到真济这的资讯，但是咱爱学晓分辨聆听主的声音。如果牧师会当甲各位劝勉，互咱会当一天会当更较济的时间来突破，来读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记明伫咱的心内底。在其他小组内底有一个叫做引婚者，我咧一天咧分享的时阵，我听到伊的见证不止啊心中真感动。自从伊信主了后，伊讲伊就伫因兜甲因先生讲，迄个时阵因先生还未信主，因先生水影兄落尾手的时阵，嘛是伫金文者引传当中落尾，伊信主。然后金文者讲因先生还未信主的时阵，金文者伫信主的时阵，伊就伫因兜整理出一个所在，放一个桌了伫遐开始读圣经。一直对迄一天一直到今仔日，即个服侍甲上帝亲近的时间无断线。甚至到落尾的时阵，伊的先生原来知影伊的做事的时间，所以就伫咧所在甲讲：你什么时阵爱去教会？你当时爱去安怎？因先生原来记会牢这个代志。伊就是咧学习分辨，将上帝的话放伫心中内底。第二，咱爱认定耶稣基督是主，伊毋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的神。什么叫做工具神呢？工具神就是讲，伊晓做，就是阿拉丁神灯啊。伊就是敢若听你的命令，为你做代志，逐项能力拢总会啊。即款的叫做工具神啊，伊就是你的家师安尼尔。但是上帝毋是咱的家师啊，上帝是咱的主，上帝是咱的主。咱必须要弃绝救苦救难的信仰，咱需要建立的是唯信实的敬虔。主耶稣讲：恁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将一切拢会赏赐互你。咱爱对着，听下我有时间，我才来敬拜上帝。咱感谢主，咱今仔日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就是行伫唯信实的敬虔内底，甲上帝三甲同行，毋是期待伊满足咱个人的需求，更加是因为伊的身份咱认出来所以咱对着伊来行。这是上帝的听堂。了，咱检测伫这个世代内底有一寡互人误解咱，但是咱有缘忠心为主做见证，效法耶稣基督面对误解甲受得，对着伊带来的教训，用言语甲行来见证咱的爸，咱的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教会。咱咧修理咱心灵的圣殿，咱也要修理咱礼拜堂的这个圣殿。你看到这个顶悬安尼弯弯翘翘，然后看到这天花板是还阁袂歹，但是伊久都有粉尘的落落来。所以最近呢，咱要修缮。那么现处是咱修缮的经费内底。初步估计大概36000到400，了后迄个估计单上来的时阵建筑师迄个设计师佮工班，甲咱讲一个代志。讲牧师，我甲你讲，我今日送的估计单差不多每2个月，一个月起价起10%。你知影？这足恐怖呢，所以伊就讲牧师这安尼阮先甲你估计这个计数，
那么咱教会现处是大概150个人，咱设施若是一个人奉献2万块，安尼咱就有300万。对教会的结存当中，佮拨100万，安尼咱就会当三甲做伙，完成这个服侍。了后，咱1月7认献，若是献2000块，2年安尼咱就会超过偌济？超过咱2万，咱会奉献24000。啊，咱若是1个月奉献1000，若奉献4年，安尼咱就有4万外。所以若是奉献3年，就有3万6。所以伫这当中，咱若是会当，咱若是150个人分配落去，就是2万。分配2万，咱就有300万。咱若是伫这当中，安尼做3年，就有3万6。所以咱拢会过，安尼经费就一定会超过。我要甲各位讲的一个代志是，咱咧修理礼拜堂，亲像马加比甲兄弟姊妹，因为着要礼拜堂会当重新来奉献、来敬拜上帝。有一届啊，有一个姊妹对外国转来，了后伊就甲牧师娘讲牧师娘，我看咱的教会怎么越来越有历史感？这句话讲了足赞咱的教会愈来愈有啥历史感这听起来安尼足水啊！就是讲愈来愈久啊啦所以恁的厝嘛是会留翻一个嘛牧师来遮已经34、5年啊，34、5年的时阵你来看就是咱除了伫50年的时阵外墙有甲伊全部拢油漆过，你来看又阁经过要20年所以咱希望伫70年的时阵2029年进前咱就通阁再内底有做一寡整修，了外口礼拜堂原来当阁再一届来甲油漆过，咱分年啦来整理，通过安尼会通甲即个敬拜上帝的所在，成做一个水水的所在。一方面修理外口的礼拜堂，一方面咱爱建造内底的礼拜堂。这款互上帝的心意得到满足。咱若是真正是属上帝的人，咱就会修理外口的圣殿，也会修理内底的圣殿，互咱诚侪属基督的人知影伊、听见伊、相信伊、跟对伊，因为伊对咱疼的牺牲。牺牲的疼，并以对死搁活诚侪会当拯救咱的主上帝，所以咱愿意甲家己奉献互伊，互伊诚侪咱永远的救主。这时麻烦你摕到周报，周报内底有页一张这，今仔日毋是要甲各位看无复兴观啊，是因为咱这是几啊年前留落来的这个奉献地啊，咱无甲伊单掉啦所以就是安怎，咱教会一直拢足省吃俭用的啦拢足欠的。那么伫这当中毋是要甲各位看无复兴观，是要甲各位报告，通过咱愿意伫主的面前三甲做伙奉献。所以呢，这是修善基金。那么伫这当中呢，咱就当三甲做伙来奉献。伫遮后壁面，你会通看到，伫遮有现金的奉献，你会当一届奉献，该奉献。无，搁伊的边啊有一个叫做有约奉献，所以你会当该有约，比如讲。你要有约奉献100万，你就家写100万伫遐。了的时阵，你也伫个所在，甲咱的名家写起。通过安尼，咱会通三甲做伙伫修身这个事上，一方面修建
外口的殿，一方面修建咱内面的殿，将上水上好的来献予咱的主。咱三甲亚头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痛，互阮三甲伫上帝国有份。阮同齐伫主的面前仰望主你的听痛，主你施恩怜悯，甲阮同在，引带阮，互阮甲主你相同行。主你应允阮，献得甘心的。是主你所悦纳的，阮欢喜伫上帝国三甲有份。主你监察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毋是出伫勉强，乃是出伫甘心。照主你所应允的，互阮会晓得怎样听你的声，看你的心。阮照主的感动引带，甲你赐予阮一切的恩赐、产业、甲财富，伫主的面前，成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照主你的欢喜来路用。所以照主你所应允，献得甘心，是主你所欢喜悦纳。也要照着人手中的纯正，报答伫正人的身上。主，这一切原本拢是你的，愿将着对你所得的奉献予你，也是理所当然。总是阮更较感谢的是，你欢喜照着阮手中的纯正甲公义，阮施行救恩，报答伫阮。你的名堪得受一切恶乐，愿将感谢、颂赞、恶乐拢归予你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时我就邀请你，会当三甲做伙伫这当中，同齐伫上帝国伫这个礼拜内底做伙奉献的顶面三甲做伙份。来，拜托帮我打一下那个报告事项。报告事项有几件事情，我要再跟各位报告事项内底，我也有几项甲各位报告请咱三甲做伙伫这当中会当斟酌。9月份开始，到12月份初咱伫当中有这款的修宪工程，所以8月30，咱就8月30，今仔日是16，后礼拜咱还阁伫遮做礼拜。了后30，咱就会伫迄个活动中心做礼拜，所以请这个代志，请咱斟酌。后礼拜伫倒做礼拜，还阁伫遮。后礼拜就伫活动中心做礼拜。做礼拜时间请注意是几点？9点半到11点，有几场礼拜？一场。所以咱对9月份到12月份是。8月30开始，到12月初，看伊完工的时阵，啥物时阵，所以是敢若一场礼拜尔，敢若一场礼拜9点半到11点。但是儿童主日伫倒做礼拜，还阁伫遮，伫3楼到5楼，所以请斟酌注意一下，这是一点。搁再来伫这当对，啥物人有较好的手机无？17个无？有人有17个无？无，无咧，无。谷歌11个，10个，无歹势，我也无安排这个代志。好来，后来，等下请文娟姐，请文娟姐下手机帮咱翕一下谢谢。坐伫遮就好，即马就会当来翕即马就会当来翕来，文娟姐来，拜托来，无小哥你会晓用无？少恩好来，少恩哥拜托，谢谢，好来，咱即马坐较过来，坐来中间好毋好？来，拜托来，全部拢坐来中这2排就好拜托，谢谢。好来，
啊，来，全部拢坐来中这两排就好，好唔好？哦，谢谢，来拜托，谢谢。跟见啊，讲你两句啊，就摔椅啊，摔倒你是。哦，来，来，迄个峰哥甲妈妈上来头前好啦。哦，好，来，好来 ，OK， 啊，所以哦，这咱好来，咱伫遮来，无输牛来。安尼，爱贴椅啊较悬的无？不用哦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 ，OK， 这样，怎样？好 ，OK， 来，谢谢。来，好来，笑一个哈，水水啊笑啊，哎，3，来，1、2、3，来比赛小爱心。来，按照新高的赞，谢谢，多谢。好，来继续听一下报告咧啊！来，下个礼拜还要再一次拍啊！来，啊，有个人翕无到啊，搁要翕一届啊！啊，人2礼拜拢翕无到，我嘛无法度啊，歹势啊！搁再来吼。啊，我那有另外一个奉献吼，爱甲各位报告，就是吼，咱对8月30开始吼，因为咱伫即个活动中心做礼拜，所以呢，咱是9点半做礼拜，但是吼，因为咱伫遐做礼拜的时阵吼，迄椅啊爱摆，吼椅啊爱摆，所以咱需要有20名的同工，吼，伫迄个所在斗摆椅啊。估计呢，就是4礼拜吼啊，但是吼，咱会轮班啦吼啊，可能一届的时阵是4个到6个左右，哦，4个吼，哦，10个哦吼，哦爱个7椅啊啦吼啊，所以一礼拜爱动用10个兄弟姊妹啦吼啊，所以咱需要20，所以这礼拜你会当安排后礼拜换别人安尼，就是一礼拜轮流安尼，哦啊，所以咱需要有10个，哦，一礼拜需要10个。其实3个月真紧就过啦。哦，你也看，我已经过60年啊，62年啊呢。哦，目前年都62年啊，所以3个月真紧过。这是一个奉献的行动。哦，所以咱也请兄弟姊妹，咱会当三甲做伙，同齐做来摆桌啊、摆椅啊。对咱台语堂来讲，其实搁较拄好啦吼。你也看咱8点半，咱本来就8点半做礼拜啊嘛，对无？哎呀，所以就是。来迄个所在斗摆桌啊、摆椅啊，了后结束的时阵，爱搁甲椅啊收咧，搁贴倒转去安尼。这也是一个奉献的服侍。所以请兄弟姊妹会当等一个时阵到迄个招待处迄个所在遐，迄个秀娟姐遐有迄个单拜托咱遮3甲做伙来添一个，同齐来服侍。这点爱甲各位报告。搁再来就是你即马咧坐这个。桌啊，这椅啊，毋是桌啊。这迄阵买的时阵拢过6万、过1万啦非常好的椅啊。我昨昨日去开会的时阵应该讲，牧师，我看恁的椅啊足好的呢，实木的吼。我甲伊讲嘿啊，实木的啊。伊讲毋过真正要互人介可惜我甲伊讲嘿啊，我有兄弟姊妹嘛咧反映讲，牧师迄要送人我就甲伊讲嘿啊，毋过我甲伊讲，你若毋甘。安尼家买几只转去用，一张偌济，你费用你心肝家己定着就好，毋过这我毋知影，建基因兜口有位通去放啊，拢全部拢甲摆伫因的顶斗遐嘿。毋过这袂当摆伫顶斗，这摆伫顶斗落雨，安尼足紧就歹去啊嘿。所以就是你若是有意爱，现此时有2间教会。有2间教会甲咱讨啦，但是咱遮总共有40只，现此时送出去的是17只，所以你若是有意爱的时阵你就当家己登记300、500、3500、35000随在你出，你欢喜就好，就是做一个纪念安尼，开放到8月22因为过来就爱。搬就爱刷爱送走因为连伊就要开始开工。好，以上安尼，咱这是3甲做伙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
所以，请兄弟姊妹，亲像牧师讲的，用着敬虔的心来奉献。今仔日，即使你若无早解遐济现金，嘛邀请你会当有约。你若是参考的数额，就是牧师甲你讲的。咱有150个人，即使咱若是一个人奉献2万，分期付款该付掉。其实一个月日若是奉献1000块，大概咱2万块2年嘛奉献得了。所以咱求主保守帮助，互咱伫即个事工上，三甲做伙同心为主，也为着咱家己积成美好的产业，咱同齐来奉献。主你祝福的声，予我留心静听，为我露出你的宝血，牺牲你的生命。我真软弱有悔，无有任何秘着，你的使我完全清气，赐我生命能量。主，我来求你，我打来求你，用你所流的宝血，使我罪恶清气。你答面靠欢呼，心靠你做救主，完全信心望仁爱，拢是对你所赐。主将福音宣布，各家圣灵做工，叫我人马救赎稳定，浸在我做激动。主，我来求你，我打来求你，用你所流的宝血，使我罪恶清气。主，我来求你，我打来求你，用你所流的宝血，使我罪恶清气。愿全能的主上帝接纳你手中所有一切的奉献。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纪念你，用身体、用活命、用行动的奉献，通互你的活命成做芳芳的烧祭，伫主的面前望伊的接纳甲欢喜。佮愿意照着你手中所行一切的美好，心中所存美善的意念，成就你一切的祈祷甲恳求。愿荣光归乎父上帝，平安稳定疼痛归伫你甲你的全家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咱今日第2堂礼拜就到这，过一段落。上帝赐福大家平安。